行政院今日宣布要开放加拿大部分年龄的牛肉拢会当进口，不过会排除北内一寡高风险的部位。就这个大埔区医生就讲，既然政府做过风险评估要开放，接落来就要监控加拿大敢有这公牛病疫情。消基会也批评讲，这加拿大的公牛病疫情才过一年尔，政府就要开放，也呼吁消费者就唔通去买，照顾家己的健康。咱国目前敢若开放加拿大30个月以下牛进口，不过行政议会15确定通过开放加拿大大只牛进口，无涉牛的大细只。除了头骨、脑、目睭、龙骨髓、假肉内脏6大高风险部位袂使进口。看他们的书面资料是可以以后，那我们就到加拿大实地的进行查核，依照我们的程序跟科学的依据来进行加拿大全月龄牛肉开放的这个步骤。消署表示，台湾确实已经进口16年的加拿大30个月以下牛肉有伫管控安全。目前世界各国进口加拿大牛大部分是无限几个月大，敢若南韩、沙特阿拉伯、甲台湾有30个月以下限制。加拿大不管大细只牛肉，会伫美牛了后开放进口。消署专家评估是会当接受风险。大部科医师认为，后续也是要严格监控当地牛的状况。如果感染到新型库甲氏症，往往在1年内就会过世死亡。所以虽然说加拿大这次从2015年开始就没有产生典型的那个狂牛症案例，不过我建议还是政府的话还是要随时追踪。毕竟呢，在1年多前呢，还是有发生过狂牛这样的狂牛症的这样一个疫区的一个存在，所以呢，在这一个狂牛症的这个疑虑呢还没有完全消除之前，我们再次表达反对的这样一个意见。消基会批评，到伫2021年12月，加拿大搁再传出有牛去感染到牛海面状脑病，也就是俗称小牛症，饲料是不是有够安全，这个疑虑都还未清楚。质疑安全评估听说可能违法，消基会呼吁消费者应该卖买来捍卫家己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